这两个人后来怎样，我唔知影。不过，我宁可相信，因应该是一对足好的父母，因为因的父母欠因的部分，因一定会加倍幸福家己的囡仔。人生对这出发，心情嘛伫这刻画。岁月中的酸甘苦涩，拢成做人生旅途上难忘的陪伴。邀请你斗阵来感受台湾乌吉桑上真的人情味。暖暖站门客。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吴念真导演，原神出版社授权播送，专门客电台制作，江苏主持。阿春减我2岁，所以伊是伫我3当兵的上尾一当才调来阮的单位。毋过报道了后，嘛毋知是毋是因为伊的外形伤过特别，也是伫训练中心有几落摆休假无照时间转去报道的记录。营部下面3个人竟然无一个要治。你顶摆毋是讲厨房有欠人，即个互你啊！无经验，学就会晓啊！你嘛较拜托咧，恁大家拢无爱，是要叫伊去倒？喂，讲到这个哦，欠人的时阵，一天到晚电话哭约，打即马人来啊，看无介意，就踮遐摕来摕去，敢若冒赢无冒输咧，使因赢咧。会记即迄天，营部都已经要食暗啊。人事官搁咧大声细声敲电话协调各单位收即个兵啊。尾手营长讲话啊，若真是无人要爱的，规期间留踮营部啦，会使甲无人要顶的兵仔撮合好，才是正港的本顶。是。了后，阮就看到一个挂乌人目镜，身甲亲像一支气托。煞偏偏穿一束盖甲白红红的军服的人行入来，更较惊人的是伊的行李。除了个人的军用品以外，伊阁载2卡大皮箱、一支耳达，也阁有一个材质看起来足高尚的细卡箱啊。后来阮才知影，迄内面底的是一粒照伊的手的寸尺定做的保龄球。营长问伊叫啥物名？伊足敬重回答。哈鲁啊！全场拢硬去，我紧甲营长解释。报告营长，伊讲的是一本话，春的发音。我使恁尔，你当作你咧做日本兵哦。营长开喙甲骂，伊才紧张，赶紧讲出伊的全名。毋过话尾随阁补一句：报告营长，阮老母胖去啊，是咧。伊即句话讲出来了后，
规个餐厅已经满到严肃啊，连营长都笑笑啊，甲骂讲：你这颗若毋是瘾头的，就是刁故意甲我激推推。后来，阮当然知影，伊毋是瘾头的，嘛毋是故意激推推，伊讲的是真的。包括伊讲老母放进去，嘛是真正的代志。恁老爸是咧做啥？伊咧行船，规年冬天拢嘛无伫厝。恁母啊？阮母啊，一讲到无伫厝，毋是拍麻将，就是四界拍走。因母啊，尽老母责任的唯一方式，就是互伊钱，要爱啥就有啥。恁母啊，听起来人真好啊，咱胖见。我啉哦，入去训练中心，伊煞请一张被互我，意思大概是讲我已经是大人啊，伊的义务了啊，伊已经做一世人的外寡妇，以后想要过家己的生活。听候阿春放假拼转去家人，才发现因兜家具甲伊留伫厝里的乌多摆，拢互因母啊卖掉去啊。剩的就是伊早伫身躯边的家伙。你休假无准时转去报道，是啥物原因？同款嘛是阮母的关呢。我台湾头尾真正强要找透透，拢无人知影伊到底走去倒，还佫有甲啥人做伙。既然专营无人要爱阿春，偏偏营长又佫讲过，会使甲无人要抵的兵带好，才是正港的本顶。所以从其尾，阿春就留落来做营长的勤务兵。阿春这个人嘛，若讲较好听是骨力会变翘，讲较歹听是咬甲人抱。总讲一句，过无偌久，中官对伊是介意甲不得了。若一般兵仔是当面无互伊好面色看，尻川后更加干骄。这棵村啊，比咱只爱搁换来，工情颠倒比咱较好。遐个长诶，一个一个信息啊啪啪啪。使你娘诶，都敢若靠迄支好烂嘴，佮咬破尻川尔啦！敢正经有啥物才调？呵，三个一支那得过咧，若真正相见吼，我看一连唱都压袂起来哦。一直到阿春含迄个查某囡仔恋爱事件发生了后，遐个兵仔才对伊有无共的看法。当然，我嘛共款。查某囡仔是一个北三幺的小姐，听讲生做就像当时的电影明星林凤娇，所以真侪人去排队买伊的票。不过，负面的评论嘛袂少。生做水是水啦，也袂讲话，敢若会晓笑。伫门床顶若死人咧，拢无反应，袂输讲看伊水在你啦。你讲伊敢若会晓笑，我搁捌拄过伊哭咧，莫名其妙，佮甲我安慰讲，你做，甲你无关系。有影互伊拍败。有一天，当营部的士官搁咧会北三幺迄个查某囡仔种种传闻的时，伫边仔咧替营长揤被的阿春啊，雄雄插喙讲话，结局一个讲落到底不得了，伊袂输是成绩方面的大师共款，对阮这场叫是家己真牛的半桶西仔，足足开判一赢。简单讲，坏弟就是因为伊自细汉老母差不多规工拢无伫厝。所以三顿只好去找厝边其他的妈妈。我就是因为安尼，学会晓看人的面色，嘛学会晓讲好听话，互人一寡傻秘书。嘛因为安尼，毋但有饭好食，有时阵阁有一寡所费通摕。有一天，当这阵孤单的妈妈发现阿春已经当大人了后，阿春啊做会到的。而且因为食好到小报，互要求的三秘书又搁加一项，落尾甚至变成上重要的任务之一。
我甲恁教，要互查某囡仔欢喜哦，这步一定爱学。迄暗阿春仔讲的，就是伊累积几十档的实践经验，而且大多数的经验拢是迄阵老江湖的妈妈用心看教出来的。话题既然是对这个查某囡仔开始，上尾当然嘛阁对这个查某囡仔讲翻头。有人建议讲，敢若较搞，你若毋去找迄个查某囡仔饲者诶？对啊，互伊亲像你拄则讲的迄个妈妈共款，一面细细阵一面哭，讲哦，乖囡仔，乖囡仔。想袂到阿春仔竟然阁认真应讲，好啊，有机会我来去试看卖咧。后来阮阿唱拢甲即件代志放袂记一啦。想袂到有一天暗时啊禁火了后，阿春仔行入来我的房间，门一个关，伊讲。我去找迄个查某囡仔，哦，当时去的？下昼2点外去的。因为伊有出入营区的许可，所以经迄个时间去。迄个时间无人咧排队，伊拄好咧流涂骹。啊，谁这下款？因讲的无毋对，有影做成电影明星，阁足好笑死呢。伊讲可能是军服改一个伤矮，压腰烫鞋的时。裤去互别开，啊，系啊，靠你去啊！迄个查某囡仔甲问讲：你是要先做，也是我先替你甲裤天天咧？安尼就麻烦你啊！我看伊的尖线功夫阁袂歹，就甲伊问讲：啊，你是毋是有学过裁缝？查某囡仔笑笑啊点头。那安尼，你为虾米要来做这？会艰苦的代志，莫问，而且嘛讲袂清楚。阿春仔可能是无代志，想要找话甲伊讲。就坦白甲伊讲，你是头一个替我添衫的查某人。敢有影？啊，恁阿母敢毋捌甲你添过？阮阿母，阮阿母自细汉就无咧插我，即摆我来做兵，伊连我嘛无爱治啊。阿春仔讲伊尾啊讲到流目屎，想袂到迄个查某囡仔嘛对咧哭。伊教我揽咧，讲无老母伫身躯边的囡仔，一定足可怜。尾仔咧，恁敢有做？无。为什么？因为伊嘛有甲我讲伊的代志。我本地伫亲戚的厝里学裁缝，结果去互师傅骗去，家己有囡仔。亲戚斗来阮兜，我互阮阿爸甲阿兄拍甲半烧死。袂见袂笑，恁爸讲互你死，下死下贱，三八子去死死的啦！囡仔出事了后，我就出来趁啊，因为爱饲囝，嘛想要欠寡钱，以后家己开裁缝店。你哪会无去找其他的头路做，煞来做这？
怀得我着已经是臭人啊，归去趁即种钱较快啦。伊着安尼讲啊，换准你敢做会落去？我听罔听，无甲阿春仔的话当做一回事。其他的人知影了后，嘛讲好小，胡乱啦，听伊咧放屁啦。想袂到后来修炼线发生两件代志，阮才知影阿春仔对迄个查某囡仔有影是认真的。头一件事，伊竟然伫济公日头选去北山腰，去互宪兵掠着，皇冠禁闭无大见，佮互营长赶出去营部，调去连上的公差班做杂车啊！我问伊，你哪会遮好大胆？记公日嘛甲选出去？啊，著因为济公日因休困，安尼阮毋才会使讲较济话，讲较久咧。第二件是发生伫几个月后，三比八的伊竟然含一个生做足粗勇的班长相拍。迄个阿春啊，酷笑，一囡仔得过也敢含班长拼，若毋是阮甲扣开，伊险险啊倒举刀啊甲拄啊！我早泡面去禁闭室甲看，你太含班长相拍，干！伊苦无臭无臭，伊当众人的面头前甲我讲，拄则我去恁女朋友，你讲啥？好干佮讲一摆。拄则我去。原本阮就是伊的防散军法，想袂到有中官出面讲，煞去啦！一个人会使为所爱的人，明知影拍袂赢人，嘛是要甲伊硬拼。可见咱的教育足成功的，敢毋是？哦，安怎讲？咱毋是一直教育这兵仔爱国。是啊。所以因为爱，才会为国牺牲，就无咧惊啦。是。做兵3冬，这是我听所有长官讲过上感动、上有学问的一句话。阿 Kim， 嘿，阿春，我甲你参详一项代志好无？什么代志？阿春仔对禁闭室出来无偌久，有一天走来甲我借钱。阿辉若讲要照顾伊，囡仔嘛要替伊带，我想要甲你借我车钱，送伊转去家人找头路。阿辉是谁？啊，三夭迄个查某囡仔。要偌济？我借伊，过一时啊，伊又搁规身躯汗冲入来。阿 Kim， 阿辉即马人伫大门口，讲要甲你说多谢。敢着这功夫？我对伊去，老实讲，有一大部分的原因是好闲。伊就是阿 Kim。阿 Kim 兄你好。对。伊就亲像路人看到的青春姑娘同款，真好笑神，看起来真有自信，而且生做有影足像林凤娇。多谢你，阿春甲你借的钱，我一定会叫伊爱会记你还。
这个钱过无偌久，阿春啊就嫌我，佮讲无论如何一定要请我去营区外面的面搭，将一碗大卤面。这也无啥，免遐细字啦。你一定要互我请，是阿辉交代的。伊讲希望你莫去嫌，甲这碗面当做伊的答谢。啊是，若你无去嫌，就当做我应该互你的利息。这两个人后来怎样，我唔知影。不过，我宁可相信，因应该是一对足好的爸母，因为因的爸母欠因的部分，因一定会加倍幸福家己的囡仔。今仔日的广播剧《爱》是由吴念真原作，罗家书编剧，杭桥华台语校正。剧中的人物甲声音演员：阿春、李丰静演出，阿钦、颜成文演出，阿辉、孙静书演出，人事官张国伟演出，营长林依婷演出，中官张志宏演出，兵仔客家员陈兴生、苏兴生演出。班长王家仁演出，阿辉的老爸谢定营演出，阿辉的兄哥林玉石演出。讲出心内感动，阅读高念真感想，全民定文，入选作品欣赏。作者赖兴礼，图念潘君庭。看人间条件7的感想。读册的时，就知影吴 Sir 是好好贤导演的编剧，过来嘛做导演。毋过迄阵啊，阮又是散家的学生，无法度定定看电影，也是舞台剧。有吴 Sir 的册通看，就足满足的。这中间一直拢有在注意吴 Sir 的作品甲公益活动。2019年开始入去剧场看《再会八八豆》，2020年看《清明时节》，2021年看《人间条件7》，2019年开始脱开的疫情，台湾伫2021
到2022年上严重，大家无法度入去剧场。我说规矩，甲人间条件1甲6放伫网络，互大家看，我才有机会一捆仔看到头。人间条件7开始卖票了后，因为防疫技术升悬，就爱延期。延期，煞搁为着防疫爱人为济，毋知剧团迄当时是安怎经过来的。听阿家真正坐伫剧场内底，一开场听到我是一片云，目屎水淋落来。风飞飞的歌声伴我行过少女时期，我算是好命，会当有机会靠读册改变运命。毋过，我的同学讲伊小学毕业就爱去工厂做女工。我身躯边嘛有足侪姐姐是日时做工，暗时读册的。因的故事就亲像人间条件7同款，为着爸母，为着小弟小妹。少年时为着亲情做工，拄着爱情是要放也毋放。老来继续为着亲情互相折磨。到底是啥人欠啥人？已经年老的查囝怨叹老母迄时甲伊带去工厂，包袱仔等互伊着越头做伊走，无留落来交代，心肝有够凶。失智的老母雄雄应伊，我甲查囝带去，包袱仔等互伊。着越头紧走，我惊伊看着我好，我嘛会毋甘吗？即摆的少年家敢若顾读册，一句台语都讲袂好势。谁讲诶？阮虽然毋是甲伊做伙，唠台语嘛无啥物大问题。乱乱咱们客，教你安怎讲台湾话，欢迎收听台语教室。后来继续进行咱今仔日台语教室的单元。这个单元主要目的是要邀请咱空中好朋友大家做伙来思考华文翻做台语的时阵，要安怎讲较好势。所以咱伫每一集的台语教室单元，拢会邀请咱成功大学的同学，也有咧台语专家来到节目现场，甲大家做伙来讨论华文要安怎翻做台语。好，来欢迎今仔日挑战台语教室的3位国立成功大学的同学哈。第一位是咱台文研究所的林静佑，大家好，我是静佑。第二位是环境工程系黄玉敏，大家好。好，第三位是咱法律系林碧涵，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碧涵。好，欢迎3位同学来挑战哈。今仔日伫现场甲咱指导的台语老师是咱打狗台语文促进协会理事哈，嘛是咱台湾基斯米计划发起人吴希美老师。大家平安，我希美。好，感谢希美老师来到现场哈。另外，还有2位提供台语翻译的台语老师哈，一位是咱台湾歌册学会前理事长萧凌春老师，还有一位是咱理工局台语文教基金会执行长陈鸿辉老师。同款对咱今仔日的广播剧《爱》内面，咱讲出5句华语词，请咱空中的好朋友，也有现场的同学，做伙来想看卖啊，台语要安怎讲较好势。好，所以咱就来听今仔日第一个题目：渔驾不归。
余驾不归。这边，这边，我来等来野谷内底。差不多，对啊，你哪有讲的意思？时间到啊，开始要倒来。来，时间到也未倒来，时间到未倒来。来，下面老师。有几若摆记录，休假时间到也无转来。所以迄个，咱袂当讲休假，讲休假，正确讲的是休假。休假。好，休假的讲休假。好，上嚟去咱来听其他两位台语老师的讲法。咱先来听陈芳辉老师。假期过啊，还唔转来。好，过来萧林春老师。绕过假期，无转去营地。好，这个余驾不归台语的讲法有真济种哈，互咱可能好朋友大家参考。搁再来，咱来听第二个题目。你这小子不是傻子，就是彻底给我装傻。你这小子不是傻子，就是彻底给我装傻。好，小子、傻子、装傻啊！台语按照讲较好势，请同学讨论。卡小吗？卡，你这卡小，你这唔正经，唔正经，你这死囡仔，你唔是空的，就是。你这个死囡仔，唔是空的，就是春晚要甲我电空电工。好，同学讲这个装傻讲合做电空电工哈，安尼讲咁好势，请黑米老师甲咱指导。你这个臭小囝，若唔是笑的，就是在甲我假笑。好，拄则同学甲小子翻做死囡仔，黑米老师是讲臭小囝哈。咱来听其他两位台语老师安怎讲。先来听陈芳辉老师。你这颗若唔是戆啊，就是铁底顶戆。芳辉老师讲你这颗哈，好，过来萧林春老师。你这小囝唔是戆呆，就是铁底甲我顶戆。好，萧老师讲你这小囝，四种无共的讲法哈，可能何必买当来思考哈。当咱拄到这个小字这个词，安怎讲较好势哈？家己会当做一个判断跟选择。好，再来第三个题目。说好听是勤快、机灵，说难听是很大小眼，超会逢迎拍马。说好听是勤快、机灵，说难听是很大小眼，超会逢迎拍马。哦，这句无介好翻哈。好，台语安怎讲较好势？请同学讨论。哎呦，从头说，讲好。讲较好听的是骨力巧，讲较歹听的是西瓜我大饼，足够甲人扑扑踏踏。西瓜我大饼，同学甲这个大小眼讲做西瓜我大饼哈。好，咱这句安怎讲较好势？请黑米老师来指导。若讲较好听咧是轻快挑衅，若讲较歹听咧是目睭大细蕊，佮足够共铺骹床。哦，这个大小眼哈，黑米老师讲是目睭大细蕊哈。好，咱来听其他两位台语老师的讲法。先来听陈芳辉老师。讲较好听咧是骨力佮巧，讲较歹听咧是大细目，有够够甲人抱。好，芳辉老师讲是大细目。好，先来起来听萧林春老师。讲好听是轻快巧衅，讲歹听是前后大细目，前后扑塌。萧老师嘛是讲大细目，互咱可能好朋友也个同学大家参考一下哈。好，先来去第四个题目。学会了察言观色，学会了讲好话，施小惠。学会了察言观色，学会了讲好话，施小惠。好，这内底有察言观色跟施小惠，台语安怎讲较好势？请同学讨论。施小惠，施小惠，施小惠是那个对吧？学晓看人面色，学晓讲好话，互别人一寡好处。哦，这个察言观色合作看人面色，
也若施小慧叫做互人一寡好处。安尼讲敢要说，请黑米老师指导。伊有学着真济代志，知影爱看人目色，讲好听话，才通摕我好康的本人。好，这个察言观色拄则同学讲看人面色，黑米老师讲是看人目色，应该是看人目色较准啊哈。好，再来听看其他两位台语老师的讲法。咱先来听陈芳辉老师。学会晓看人目色，学会晓讲好听话，互人淡薄仔里头。芳辉老师嘛是讲看人目色，若施小慧是讲互人淡薄仔里头。好，所以起来听萧凌春老师的讲法。学会晓看世面，看目色，学会晓讲好话，互人小可会恩惠。好，所以三位台语老师拢讲看目色。若施小慧互人淡薄仔好康的里头也是讲好处。包括是老师拄则讲的，互人小可恩惠这拢是施小慧意思哈。好，最后一个题目。一个人可以为一个所爱的人，连不会赢的架都敢打。一个人可以为一个所爱的人，连不会赢的架都敢打。好，这句听起来较困难的是不会赢的架都敢打啊！台语安怎讲较好势？请同学讨论。一个人会当为着一个所爱的人，伊知影拍袂赢，嘛会要拍。听起来反正袂歹啊哈！好，咱来听看黑米老师的讲法。一个人会使为着一个伊意爱的人，甲人相拍。连伊家己知影拍面的事，都敢共拍。好，黑米老师是较完整把这句话意思表达出来。所以来听其他两位台语老师的讲法咱来听陈芳辉老师。一个人会当为着所爱的人，连袂赢的相拍都敢拍。一个人会使为一个所爱的人，连袂赢的冤家都敢拍。好，三位台语老师甲同学的讲法拢无共互咱空中好朋友大家做一个参考。好，上尾时间交互黑米老师，甲咱今仔日同学表现做一个讲评。拄则即几条其实意思拢差不多，拢有讲出来。就是讲迄个规句话，就是若是要讲人听，可能会使去想看觅原因。咱其实时间真赶啦，就是大部分重点迄个意思其实拢有列出来。就是讲咱要安怎讲互人听。较顺、较清楚，还是讲迄个前后文意思较到达，就是可能爱去想者。所以其实咱在翻译的时阵，真正有讨论讲，可能爱前后文你迄个规个故事的迄个意思，你较了解了，去翻译你可能即较有法度，甲迄个前后迄个故事迄个情景讲得较准确。另外一个重点就是，其实顶下有讲到，就是讲咱即个迄个戏出，就是实际。要讲出来物件，就是这个结果是其实是迄个广播剧。广播剧其实有一个最要紧的物件，就是你讲话讲出来时阵，人听有咧讲啥。所以其实拄则有一寡迄个话语，其实你着想看觅用安怎讲出来，直接讲出来听有像拄则迄句话，其实足简单足简单，讲出来人听有即款就是足好诶句。好，感谢黑米老师，感谢今仔日来挑战的三位同学。谢谢。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今仔日广播剧内底演阿春的李凤进。今仔日的节目听煞，唔知你敢有啥物想法，佮有感受，想要甲阮讲？欢迎恁上阮的网站留话分享，嘛会使写问卷对阮表达支持。阮有准备一寡小礼物要相送，欢迎恁大家做伙来斗热闹，请上专门客电台详细了解。
恁敢有做？做贼啦！非常感谢空中好朋友收听今仔日暖暖专门节目。这个节目是由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专门电台制作、家事主持。感谢吴念真导演以及原神出版社授权制作。萧凌春、陈鸿辉、陈木真担任节目顾问。王延华、赵子贤、上阳唱片、文顺唱片提供音乐。详细音乐内容，请参考电台网站，也有影片的说明。后一集咱要播送的作品是《遐个人甲遐个菜》，欢迎准时收听。敢若冒赢无冒输，使赢尔诶，使赢尔咧，使赢。其实我是甲他嘛，就改成三赢，是他嘛的，所以没事。好笑，烦呐！听伊咧放屁啦！你好笑没好笑，因为我听袂落。好笑。你太和班长相拍，迄口无臭无潲，伊当众人的面头前甲我讲，太凶猛。已经用过咧记笔式啦，所以你应该是无要紧。若真是无人要爱的，规气甲留点名簿啦，会使甲无人要点的兵仔撮合好，才是正港的本顶。煞煞去啦！一个人会使为所爱的人，明知影拍袂赢人，嘛是要甲伊硬拼。可见咱的教育足成功的，敢毋是？